段消息，继续来看苗栗县的前县长徐耀昌，进前伫郭台铭的造势暗会公开来话休，讲要下架国民党，就是要甲国民党引导。事后，国民党的科技会爱伊陈述意见，简单讲就是爱写报告。结果徐耀昌伫昨半暝，常常伫面册宣布讲要来退出掉国民党。伊讲要甲党旗收入伊内心上深的拖底。郭台铭安怎看呢？郭台铭讲，徐耀昌对国民党是爱之深责之切，也就是爱愈深，就会愈大力。苗栗县前县长徐耀昌赶咧坐电梯，对记者的问话讲无方便现。公开跟我们说一下吗？可以吗？方便。会不会找个时间啦？可以。徐耀昌22号半暝啊，伫咧伊的面册发表青瓦节声明，宣布退出国民党。伊强调，为今仔日开始，我会甲党旗收起我心内上深的拖。党旗就互咱伫咧遮小时，会讲出这个话因端是伫咧10号出席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苗栗场的造势暗会，伫咧台顶雄雄标出来一句话。要下架国民党。徐耀昌尾后表示，这是讲一个点打起。不过，国民党科技会14号发出公文，要求徐耀昌10天来解说。郭台铭看到这段声明，伊认为，看他的退党声明，对国民党应该是爱之深，责之切。任何人违反党纪，我们都必须严正的处理。县长张东锦嘛出面替讲话。我觉得党中央在人情冷暖的时候能够适当的伸出手，会友谊的手也好。国民党苗栗县党部主委柯以芳回应真遗憾，党籍苗栗市长柯定君5月伫咧党内立委初选拍败对手徐耀昌，对这个结果表示尊重。尊重我们徐耀昌县长的个人的决定。那么在这边还是要呼吁我们蓝军还是要团结一致。共选柯立委参选前，苗栗县议员詹文学认为，徐耀昌敢会去无党籍参选立委，值得观察。前县长徐耀昌，甚至到现在的议长以及议会的10多位议员，全部都是无党籍的。这股势力的重新集结，对于苗栗的政坛来说，会是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集团。苗栗是传统南亚票仓，敢会因为保党势力的团结，互2024的大选变数愈来愈多，嘛考验国民党整合党内无共意见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